大家好，房地產經紀小林啊，今日帶大家睇嘅咧係樟木頭愉景花園嘅呢個電梯高層嚟㗎，107平，1100尺，3房2衛佈局，雙露台，非常之舒服。上2樓，上到嚟單位嗱，呢個南北通透嘅一個雙露台，非常之舒服啊！房間面積107個平方，即係等於1100尺到㗎啦。呢邊係朝北面嘅一個大陽台嚟㗎。180度無遮擋視野啊！電梯高層 O 唔 OK？ 成個露台位置都去到大概5個方到實用面積。而睇翻我哋單位呢，而家都係香港業主啊，一直都未點樣住落。佢仲有其他單位嘅，而家呢個換咗。呢邊係朝南向嘅一個露台，望翻小區呢邊都有山有水啊，通風效果一流啊！呢邊。睇翻單位入邊房間咧，落地窗啊，客房而家放咗1.2米嘅床，入邊仲可以擺櫃，實用面積還 OK 嚇，都係落地窗嘅，呢邊落地窗，呢邊採光窗，而家放1.5米嘅呢邊，主人房就會相對大啲。睇翻呢個真係靚仔，而家放咗1.8米嘅大床嚟㗎，成個單位保養非常之好，冇漏水、冇滲水、冇剩。大套間仲有浴缸啊，未打嘅，成個單位冇滲水。睇睇呢邊個視野個 view 都 OK 㗎。而家我哋 total 70零個搞掂。睇翻呢個北向嘅露台景觀，非常靚仔。